好多人有個誤解，覺得野生海魚一定貴到飛起，普通人食唔起，見到都兜路走。事實唔係咁嘅。最近我有個幾十年經驗嘅老漁夫朋友靜雞雞話我知，原來街市入邊有8種海魚係幾乎100%野生嘅，唔係因為佢哋矜貴，而係因為佢哋天性太特別，人工極難養殖，或者養殖成本仲貴過條魚本身，根本冇人肯做蝕本生意嘅。最緊要係呢啲魚好多都唔貴，甚至平過你平時買嘅養殖魚。咁今日我就幫大家公開呢份野生魚名單，下次去街市見到呢8種魚即刻買，保證你食到天然鮮味冇人工添加嘅真正海味。喺度做個小調查先，你平時買魚係咪淨係識買養殖嘅黃花魚同石斑，覺得其他魚唔識揀，驚俾人呃？如果係嘅，老老實實喺留言區話我知。睇完呢條片你就會變成熟手行家，連魚檔老闆都唔敢呃你。第一種亦係最常見嘅牙帶魚，香港人平時叫開牙帶，香煎餸飯一流。但你有冇發現，你喺街市永遠只會見到冰鮮或者急凍嘅牙帶，從來未見過游水嘅生猛牙帶。原因好簡單啊，佢係一種離水即死嘅深海魚。牙帶魚生活喺深海，對水壓極度敏感。當漁網將佢哋從深海拉上水面，水壓急劇下降，佢哋體內嘅魚餌就會瞬間膨脹，甚至爆裂，內臟受損。所以漁民一捉佢上嚟，佢就已經係條死魚。你想養，連運返岸都難。再加上牙帶極度兇猛，專食活魚，對人工飼料冇興趣。如果要養，成本仲貴過食石斑，根本冇人會做呢啲傻事。咁 Thomson 呢建議大家呢揀牙帶，最緊要睇個身銀光閃閃，鱗片完整嘅就係新鮮貨。嗰層銀色嘅嘢呢，其實係一層油脂，營養價值好高，唔使專登刮走佢。簡單咧係用鹽醃一醃，煎到兩面金黃啊！嗰種鹹鮮味呢，係養殖魚俾唔到你嘅。第二種係鮫魚，即係馬鮫魚，好多人攞嚟整魚蛋、魚餅或者香煎鮫魚。點解佢養唔到嘅？因為佢係天生嘅短跑冠軍。鮫魚一日可以游幾百公里，需要極大嘅空間，高速游動嚟呼吸。如果你將佢困喺細細嘅魚池，佢會嚇到傻，覺得好驚，然後周圍亂撞，甚至撞死自己。雖然技術上可以養，但係電費同設備成本太高，加上野生資源豐富，冇人會做蝕本生意去養佢。Thomson 呢建議大家呢，鮫魚肉質結實，無細骨，啖啖肉，最適合小朋友同老人家。買嘅時候睇下魚身有冇光澤，按落去有冇彈性。最正嘅食法呢，係切成厚片，用慢火煎香，擠少少檸檬汁，嗰種魚油嘅香味真係一流。第三種係白鯧。鯧魚有好多種嘅，金鯧好多係養嘅，但係白鯧呢就幾乎全部係野生嘅。佢被業界公認為最難養嘅魚，因為佢好嬌氣，好易死。一旦被捕獲呢，佢會劇烈掙扎，直到鱗片脫落而死。而且佢對水質要求極高，稍為唔乾淨就病。養一條死一條，成本仲貴過捉野生嘅。咁所以雖然白鯧比較貴，但係貴得有道理，因為你食緊嘅係真正大海嘅味道。Thomson 呢就建議大家，所以街市見到個白鯧呢可以放心買。白鯧肉質細嫩，味道清甜，最適合清蒸嘅。記住蒸嘅時間唔好太長，5到7分鐘就夠啊。撒上蔥絲，淋上滾油，鮮味無窮。第四種係小黃魚，大家留意啦，街市大條嗰啲叫大黃魚，而家好多都係人工養殖嘅。但我講緊嘅係小黃魚，即係細細條嗰啲。雖然科研機構試過人工繁殖，但因為小黃魚體型細，生長速度慢，而且街市售價本身就唔貴，可能幾十蚊有一盤。對於養殖戶嚟講呢，養佢冇肉食，利潤太低，不如養大黃魚好過。所以經濟效益決定咗小黃魚依然係野生嘅天下。Thomson 呢建議大家，小黃魚肉質好嫩，好似蒜瓣咁，最啱用嚟酥炸或者紅燒。買嘅時候留意魚眼要精靈，魚璽要鮮紅。如果魚肚發軟發脹呢，就係變質，唔好買。第五種係秋刀魚。秋刀魚係日本料理嘅常客，平靚正嘅代表。佢之所以係野生，係因為佢冇胃。秋刀魚嘅消化系統係一條直腸直通到底，
呢個代表佢需要不斷咁進食，一停就會餓死。喺人工環境下呢，你要24小時不停餵食，個飼料錢仲貴過條魚本身。而且呢，秋刀魚野生資源呢極其龐大，隨便一網都幾噸，根本唔需要浪費心機去養。Thompson 呢建議大家，秋刀魚脂肪含量高，油分豐富，最正嘅食法一定係鹽燒，唔使去內臟，帶少少苦味嘅內臟呢反而係靈魂，有種甘香嘅回味。買嘅時候睇下魚身夠唔夠直，挺身嘅就係新鮮。如果軟奶奶就係擺得耐。第6種係沙猛或者叫剝皮魚，街市阿姐通常叫佢做沙猛。雖然佢個樣醜樣啦，皮又粗，但係如果你識食，你會知道佢係寶。佢嘅肉質潔白結實，而且最重要係冇細骨，只有一條大脊骨。點解冇人養？第一個樣衰，加上要剝皮先食得，處理麻煩，賣唔起價錢。第二，佢係深海魚，養殖難度大，喺低售價、高成本嘅背景下，冇人會做傻事去養佢。Thompson 呢建議大家，沙猛最適合清蒸或者煮湯嘅，用嚟煮湯，個湯會變成好似牛奶咁嘅奶白色，非常甜。通常街市賣嗰陣呢已經剝咗皮㗎啦，你要睇下啲肉有冇彈性，顏色係咪粉紅或者透白。第7種呢係沙甸魚啦。沙甸魚係海洋入邊嘅小魚仔，通常係做罐頭，因為個體細，價格極低，可能幾蚊一斤，養殖嘅投入產出比極低，而且沙甸魚繁殖能力極強，喺大海入邊多到攞唔晒，完全冇養殖嘅必要。Thompson 呢建議大家，雖然佢平，但營養價值好高，天然魚油豐富，買翻嚟香煎或者酥炸，連骨都食埋，係補充鈣質嘅絕佳選擇，又平又正。第8種係九肚魚。九肚魚花名豆腐魚，因為佢全身軟奶奶，肉質滑到好似豆腐咁，入口即化。呢種魚價格極平呢，有時10蚊幾份，平過買餸。佢生命周期短，野生數量極其穩定，加上佢肉質太軟，除咗椒鹽同煮湯，其他烹飪方式都唔係好適合，市場需求有限，所以絕對冇人會花錢去養九肚魚。街市見到嘅100%係野生。Thompson 呢建議大家，九肚魚最出名就係椒鹽九肚魚，外脆內軟，送酒一流。買嘅時候要小心，因為佢好易爛，揀啲魚身完整、無爛肚、色澤透白嘅先好買。好啦，講咗咁多，同大家快速 recap 一次。下次行個魚檔，唔好淨係識買養殖魚啦，見到牙帶、鮫魚、白袋、小黃魚、秋刀魚、沙猛、沙甸魚同埋九肚魚，呢8種魚你可以眯埋眼放心買，因為佢哋天性太特別，一係難養，一係冇肉食，商家根本唔會花錢去人工養殖，所以你買到嘅幾乎100%都係野生捕撈，唔使捱貴價就可以食到真正嘅野生鮮味，仲要唔使驚有激素同抗生素殘留，係咪好抵先？不過 Thompson 都要再三叮囑大家，千祈唔好覺得野生就係無敵。正正因為佢哋係野生，食活嚟長大，體內係有機會有寄生蟲嘅，所以除咗標明係刺身級嘅魚之外呢，記住一定要煮熟、煮熟、煮熟。重要嘅嘢講3次，徹底煮熟，就算有蟲都死晒啦。咁食落肚先最穩陣，唔好貪一時口感而搏命。最後醒多你3招防復揀魚法，去到魚檔即刻用得着，老闆都唔敢呃你。第一招係望眼仔，條魚新唔新鮮，睇對眼就知。眼珠一定要突出嚟，黑白分明，水汪汪嘅。如果對眼凹咗入去或者蒙查查，就係擺咗好耐嘅阿婆魚啦。第2招係睇皮光，新鮮魚個身係會發光噶。鱗片要完整有光澤。如果條魚暗啞無光，好似想瞓覺咁，就唔好買啦。第3招亦係最重要嘅，動手撳，唔好怕污糟，用手指輕輕撳下魚身。如果佢好似你塊面咁有彈性，撳落去即刻彈翻上嚟，就係靚貨。如果撳落去有個粒位，好似記憶枕頭咁彈唔翻上嚟，即係肉質已經霉咗，送俾你都唔好要。講咗咁多，唔知你學識未呢？最後俾個任務大家，如果你屋企負責買餸嗰個，成日驚買到養殖魚，或者唔知買咩魚又平又正，即刻將呢條片 share 俾佢睇，話俾佢知 Thompson 話嘅呢8種魚眯埋眼買都係野生，
識食一定食呢啲，可能你一個轉發就幫全家人升級咗餐台上嘅美味，仲慳返唔少錢添。我係 Thompson， 呢度係老火靚湯，我會繼續幫大家發掘更多保命健康嘅生活智慧。如果你覺得條片有用，記得訂閱老火靚湯，開埋個鐘仔。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